大家最近對任天堂嘅新主機 Switch 2議論得沸沸揚揚喎，但係你又知唔知道佢嘅前輩兼競爭對手 Steam Deck 都有新搞作？玩主流嘅賽車遊戲居然可以畫質開爆，仲要開光追添。有啲玩家試過 Switch 2之後都覺得性能有所提升，但係續航縮咗水喎。如果你跳出嚟話 Steam Deck 個續航咪仲短命？咁你就錯啦，只需要一招 Steam Deck 除咗支持光追同埋畫質開爆之外咧，續航仲可以直接翻倍。秘訣就係之前我同大家介紹過 NVIDIA 一個雲遊戲平台 GeForce Now 終於推出咗 Steam Deck 版本啦，只需要進入桌面模式，用瀏覽器去到 GeForce Now 官網下載 Steam Deck 版本安裝文件進行安裝，成個安裝過程咧都非常之簡單嘅，只要安裝咗之後直接註冊登入就可以開始遊玩啦。免費會員咧每次可以有1個鐘嘅遊玩時間，但係每次都需要排隊同埋性能唔可以拉滿。如果你係付費會員咁就完全唔同啦，直接用到 RTX 4080顯卡，性能有幾勁呢？相信唔使我多講噶啦，而且仲要係 Steam Deck 上面隨時隨地開玩喎，只要你網絡夠快。我自己就17個完全唔使魔法上網嘅，玩類似極限競速呢種賽車遊戲都可以幾乎做到零延遲。如果你有台 Steam Deck 主機，點解仲要等啊？即刻試下啦！